女士咧，當你去到高端嘅社交場合咧，有啲餐桌嘅小禮節咧，一定要注意好喎。如果做得好嘅話咧，你嘅長輩、老闆同埋朋友咧，都會對你刮目相看嘅。第一就係入座嘅時候啦，當你入座嘅時候咧，同人哋大概咧保持一個身位嘅距離，唔好行得咁快喎。如果行得太快嘅話咧，俾人感覺你好急促啦，冇耐性嘅感覺。咁坐低咗之後咧，你記住咧係有一個拳頭嘅距離，就維持喺你嘅背脊啦，同埋你個凳廳嗰度嘅。如果有人幫你拉凳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左邊入座，右邊出翻去。呢個係一個國際慣例嚟嘅。第二咧就係斟酒啦。如果有長輩同埋客戶咧幫你斟酒嘅時候咧，你不妨起身攞住個酒杯笑一笑，同佢講聲多謝嘅。如果係服務生幫你斟酒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就唔需要起身嘅。有一個重點喎，就係當你食緊嘢嘅時候咧，如果有人問你嘢嘅時候，咁你點算呢？咁咧就千祈唔好即刻就擘大個口一路講嘢，然之後咧就一路俾人見到你食緊嘅嘢喎，咁樣咧係非常之冇禮貌嘅。仲有一個女士經常遇到嘅情況咧，就係咧喺酒杯或者玻璃杯上面咧留咗紅唇印喺度嘅。咁咧係咪好 sexy 咧？就未必係喎，因為咧其實睇落去咧就唔係咁雅觀嘅。咁唯一嘅做法係點樣咧？原來咧你就可以維持喺個杯嘅紅印上面咧，繼續用嗰個位咧去飲嘢先。咁直到可能你杯嘢飲完啦，你就可以揾侍應埋嚟同你換過隻杯咯。咁以上呢4個嘅餐桌嘅小禮節咧，大家要注意好。咁下次去唔同嘅場合時候咧，都可以應付得更加好啦。